他这么大张旗鼓，就是为了找一个舞女。他们都这么说，还说金兆尹出动了不少人。他就一点都没有替我考虑过。别人知道了，会怎么议论我们家？老爷。兰芝啊，这你就想多了。男人嘛，风流不是罪过。再说大将军是朝廷的重臣，五官之首，这件事情千万不要往心里去。哦，昨日太后娘娘和你娘还在商量着良辰吉日之事，越是这个时候，越要显得大度才行。喂。再说大将军也不是没有成算之人，只要你嫁了过去，他一定会修身养性，痛改前非的。女儿以德修身，绝不会吃醋擅动。刚才只是为了寇家名声着想，才会有些失态。当得起多大的荣耀，就要经得起多大的议论。记住，你是未来的大将军夫人，不是那些既浅薄又爱搬弄口舌的女人。女儿谨遵父亲教诲。我们一谈。哎，你干嘛？疯了疯了！我一定是疯了！我怎么会突然去咬这一口呢？对，是他活该，谁让他起初小心眼不肯帮我？不过他好像跟邓志那个好色之徒有点过节吧？算了算了，不管了。还好今天没白折腾，估计阿玲阿秀那边高兴得不得了了。你不想嫁你女儿就直说，偏偏在大将军面前装神弄鬼，你何等居心？装神弄鬼，大人，下官真的不知道您在说什么呀？你别装傻了，你女儿干的好事你会不知道？江冲动，你不识抬举没问题，本官还不想娶你家那个贱人呢。以后在朝堂之上，你最好离我远一点，要不然……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有什么事冲着我来就好了，别来吓唬我爹。你灵儿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哎呀，大人，下官真是一无所知啊！你还在这装可怜？好，很好，看我以后怎么好好的照顾你。哦，老白。你想怎么照顾江大人啊？参见大将军。哎，别，我给你行礼。哎呦，将军，不敢。这，你想怎么照顾江大人来着？你说给我听听。没，你说。没。你说呀。你说我听听啊。没什么。老白，我们当兵打仗的，说话做事情粗俗鲁莽。江大人一家是读书人，胆子小，你说什么都可以，就是别吓着人家。末将遵令，末将保证，以后不会再吓着江大人一家了。我呢，来江大人家是来借书的，你要不要也借2本啊？哎，不用，末将军营里还有事儿，我这就走。江大人，刚才所提婚约一事，纯属玩笑，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啊！我这就告辞了，告辞。滚啊！告辞。多谢大将军，您英明神武，真不愧是我们大汉第一英雄。姐姐，快出来！你一定要好好多谢大将军，你不用再嫁给那个老混账了。你们2个小不点啊，别高兴得太早。上次李府的事儿，我还没跟你算账。大将军明鉴，我真不是奸细，您千万不要抓我。
大将军，大将军，哎，放心吧，本将军呢是不会轻易抓人去坐牢的。小妹妹，只要你肯从实招来，大将军是不会为难你的。你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？我真的不知道。他叫什么呀？他叫……哎呀，他的名字太长了，我记不住。反正我都是叫他阿叔的。哪个叔啊？淑女的淑啊？不，舒展的舒。舒展的舒，阿叔，好名字。好了，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我已经知道了。你胆大妄为，本该严惩。可是本将军宅心仁厚，从来不跟小孩子计较。这件事呢，就过去了。放心吧，那个色老头为老不尊，我已经说过他。本将军最痛恨的就是好色之徒。从今儿起，你姐姐想嫁谁就嫁谁。只是，你一旦有了阿叔的消息，要第一时间通知我啊。是，只要我一有消息，一定立马派人去通知您。就算您不在府里，我也会让弟弟找人带个话给您的。真机灵。哎呀，你要是个男孩呢，本将军一定收你做个传令兵了。真的？真的。一会儿我就告诉爹和姐姐去，就连邓大将军都夸我了，看他们以后还怎么嘲笑我。他们为什么嘲笑你啊？我从小就想像您一样威风凛凛，带兵打仗。可是我爹说了，这天下就没有女人也能当将军的道理。谁说的？小丫头想当将军本来就是好志向，我支持你。这从来啊就没有女子当过将军，你就算第一个，这也算是前无古人，对不对？你也觉得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大将军，您不知道，我从小以来最崇拜的人就是您了。以前您带兵出征，我都天天守在军营旁边，跟人打听战况。大将军，您真好，这天下也只有您和我师父没有嘲笑过我了。好样的！江大人，留步吧。好，阿亮，记得有消息第一时间通知我啊。还有啊，如果你要帮我办成了这件事，我以后亲自教你射箭。真的？真的。太好了。走了。大将军慢走。啊！亲自教我射箭。天哪，这个诱惑太大了！师傅，我差一点就忍不住出卖你了。阿玲，你得跟我说清楚，你到底干了什么好事啊？为什么白将军说我不用嫁给他了？还有，你什么时候跟邓大将军牵扯上了？哎呀，你轻点儿，疼。这件事情吧，说来话长。反正你只要知道是我和班女妇大发神威，邓将军呢又仗义相助就行了。不行，你必须跟我说清楚。对啊，今天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得说清楚。你把爹都给搞晕了。事情是这样的。什么？你们怎么能闯到人家宴席上去呢？哎呀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你不能跟着那个班女妇，哦不，班叔一起胡闹。本香公主的话你忘了吗？她是个骗子。哎呀，你跟她弄出这么大动静，别人该怎么看我们江家呀？谁说班女妇是骗子了？那次曹大姑亲自带班女妇出宫，你又不是没看见。再说了，太后娘娘有免去她的职位吗？还有那次，如果人家不救你，你还能活到现在吗？姐姐，你有点良心好不好呀？人家班女妇好不容易帮你把那些麻烦都弄没了，你现在倒嫌弃人家。你还小，你不懂朝中的关节。哎呀，你想想，你们羞辱了白将军，他现在是放过了咱们，可以后呢？啊，他位高权重，只要稍稍吩咐一下，后果就不堪设想啊！哎呀，你也太莽撞了！就算是想为我出头，
也要为阿爹想一想啊！哎呀，要是因为我连累了全家，那我还真不如死了算了呢。哎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，邓大将军刚刚跟我保证过了，有他在，那白老头一定不会再找你麻烦的。如果这次班师傅不帮你，就算你真的寻了死，那个白老头一样不会放过我们的呀。好了好了，还是灵儿说的对，秀儿，爹以前没用，护不住你们，可现在，老天爷保佑你们有了好女婿，你呀，明天就带着礼物去答谢人家，他可是咱们家的大恩人呐。可是爹，班女妇那种性子，女儿实在是……秀儿，你这就不懂了。这班家的人呢，天生就和平常人不一样。就拿班女妇的父亲班大人来说吧，以前爹在兰台当小吏的时候，跟班大人也算是同僚，他那个时候就已经与众不同了。抄书抄到一半，把笔一扔，就想着去打仗。依我看来啊，这班女妇大有富风啊。真的吗？班定远年轻的时候还那么调皮呢。可不，想当年，跟班大人2个人在长城上一起斗蟋蟀啊！你那时候还小，爹呀，经常跟班大人斗蟋蟀，斗得不分上下。好了好了，别千恩万谢的了，我是你们女妇嘛，你们受了委屈，我不出头谁出头啊？放心好啦，我不但管一时，我还管一世呢。那个老色狼下次再起什么坏心眼儿，我立马让他从老狼变成死狼。谢谢师傅。只要你不跟邓芝告密，以后无论你出什么事儿，都有我罩着你。常言道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虽然我这个师傅是女的，但是也能顶半个娘用呢。班女妇，你以后说话还是注意点吧。我知道你心直口快，可有的时候你也太那个了。像7月流火和采薇那种事儿，可不能再来一回了。就是啊。哎，师傅，您什么时候再回内学堂教我们呀？这个太后娘娘还没说什么时候准我回去呢。可是太后娘娘又没说不准你回去啊，那自然是你想什么时候回去就什么时候回去啦。等我姑姑曹大姑变好一点，我自然就回来了。啊，对了，阿玲阿秀，我刚刚听你们说令尊也在兰台任过职。哎，那他在兰台石渠阁这些地方是不是有很多认识的人啊？家父是有几位至交，倒的确都是在石室、宣明、洪都等处掌管藏书的。不过石渠阁倒是没有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哎，能不能请令尊大人帮我联络一下这些朋友，帮我从兰台这些搬出去的书里面找一本叫做《西域记》的书？是这样的，这本书现在对我很重要，你们姚女妇最近也一直在帮我找这个书，可是她一个人根本就忙不过来，至今还没有消息呢。这还不容易啊！我回去就跟我爹说。姐，走。姑娘，您还想找那本《西域记》啊？曹大姑不是已经给少爷写信了吗？而且少爷他是好人，不会不认你这个妹妹的。我知道，可是我还是想找出一点实实在在的证据，证明我爹很想认回我这个女儿，证明我真的是班家的后代。佩环，你是不知道，钟叔千辛万苦才找到我，一直到10多岁，他才告诉我关于我的身世。我还以为我自己是一个没爹没娘的孤儿呢。草原人是没有姓的，所以草原上的人都只知道我叫阿叔。当我第一次知道，原来天下闻名的大英雄班超就是我爹时，我高兴的简直都说不出来话呢。我有那么多的爷爷、姑姑、伯伯，他们都是我的亲人，他们都那么厉害，而我居然能和他们一样都姓班。那会儿我高兴的都要哭出来了。我有姓了，有家了，不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。可是万万没有想到，扶风那个老族长，他居然不认我，说我只是个外族女人，不配当班家的后代。姑娘，姑娘，曹大人派人送了封信来。
娘，出什么事了？是不是曹大姑的病情有变化？没有，姑姑还在休养，是大哥那边。他带兵转战太快了，姑姑派去的信使一时半会儿联系不上他。那边镇守的都护又不肯把信和兵书一起交给他，只答应把信留下来转交。啊，姑娘您别着急，不过是多等些时日罢了，少爷总会凯旋的。可是西域那么大，一出征就是好几年，也不知道我大哥什么时候能看到。算了，不管大哥什么时候知道，我都要进宫去找那本《西域记》。可是太后娘娘不是让你在家休养吗？可我现在病好了，难道就不能进宫了吗？佩华，你帮我准备些衣服，我明早就去求见太后。喂。明宫长，班女妇稍安勿躁，太后娘娘正在和邓大将军商议朝政，过会儿就能见你了。邓大将军也来了。谢谢明宫长。这边太阳太皇也，我去那边候着了啊。还好提前知道消息，要是在这儿迎面碰上，那就麻烦了。哎呀，我怎么忘了，他是太后的哥哥呀！这以后回了宫，难免有碰面的时候。算了，大不了死不承认。恭送大将军。搬用奏章上所写的，快按商议的办了。喂，大将军。我让你找的人，你找了没有？那个京兆尹的人呢？快把京城里的外族人都捋遍了，都没找到。你说那女子是外族人吗？会不会是汉女假扮的？不可能，只有外族女人才会那么胆大妄为。不过她越胆大妄为，我就越喜欢。神经病！闪！大将军，大将军，大将军，兰芝啊，好久不见啊！大将军，是好久不见了。将军出征回京多日，您一直未到毕府小坐，这不是最近太辛苦了吗？是不是？是，太辛苦了最近。兰芝不介意，只要能像今天这样，跟将军说上几句话，兰芝就心满意足了。哼，都是神经病。兰芝几次听别人提起，说将军征战辛劳，连剑手都已经磨坏了，不由得分外心疼。想来想去，便从库中找出祖父曾经留下来的一只冬暖夏凉的御剑手，一直带在身边，想着哪天见到将军了，就马上交给你。没想到，今日果然天遂人愿。这怎么使得呀？区邓某怎么能当得起雍奴侯寇老大人的真碗呢？寇姑娘还是……恕兰芝多言，难道你我真的要分得这么清楚吗？就是啊，将军，收，好动女。那邓某就不客气了啊！谢谢寇女妇。寇女妇啊，寇姑娘。大将，不对，邓郎喜欢兰芝就最高兴了。对了，家父还让我带话给您，要是这几天大将军得空，不妨到毕府小坐，家父新得一匹良马，还要请大将军鉴赏呢。有空我一定去喂喂他啊！将军的意思是，最近北军和宿卫军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，连杨司空找我开大朝会的时间都没有，是不是啊？是啊，特别的忙。恕兰芝多言，即使军营中的事再重要，也不能和大朝会相比吧？我朝是以文治天下，不是以武治天下。
将军万万不可颠倒轻重，铸成大错。哎呀，我就是随口一说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就随口一说嘛。哎，大将军身为武将之首，即便无心之语，也应当再三斟酌呀。嗯。大将军，大将军，兰芝刚才说的话，您都听到了吗？哦，听到了。寇姑娘所言极是。那就好。大将军若是以后有了闲暇时光，还是多读些先贤的著作吧。书中不仅有修身养性的诀窍，还有治国济民的大道。兰芝不才，也有一个小小的心愿，希望我们以后能如往日的平阳公主和魏大将军一般，夫唱妇随，定国安邦。大将军，什么事儿啊？4时已到，霍将军不是约了你去看新训练的侍卫吗？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当我大汉将士的操练，你耽误得起吗？是。寇姑娘，你的圣意邓某心领了，但是为了我大汉国土的安危，邓某先告退了。你怎么不早说呀？你将军，扣你月钱啊！是，快走！快点儿！邓志，居然用如此拙劣的法子避开我。邓志，你真当我是傻子吗？邓志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干嘛一门心思缠着他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刚才瞪狼长瞪狼短的，嗨，要我说，这种又贱又色的男人，应该一脚把他踢开。你偷听我说话？我不是故意偷听的，我就一直在这后面躲着你们，然后你们几个就一直往这走，往这走。你说我能去哪儿？我上太后那儿去啊？哎呀，你别生气，别生气。以前有个大姐跟我说过，谁年轻的时候没爱上几个人渣呀？这很正常，不丢人，不丢人啊！你鬼鬼祟祟躲在一边，故意瞧我笑话，是不是很开心啊？没有，你真的误会了。哎呀，我知道你一直都不喜欢我，但是我真的不是什么奸细，我是班家的女儿。这本来我是不想出来的，看你那么可怜，我可怜？我需要你可怜吗？我跟大将军的私事，轮得着你插嘴吗？你挑拨离间，故意说我未来夫君的坏话，到底安了什么居心啊？哎，你干嘛动不动就恼羞成怒啊？我说的可都是实话。你说邓志要有半分把你放在心上，怎么定了亲那么久还不娶你啊？还搂着花魁喝酒，动不动那个女人到府里，我好心劝你，你还骂我。闭嘴！邓志他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人，就是这样的人。后宫重地，不得喧哗。你们好大的声音，连太后都被惊动了。兰芝有罪，兰芝失仪了。班女妇，太后娘娘要见你。哦。大将军，平时看你对付那些女人，都是不费吹灰之力的，可怎么每次一遇到寇女妇，您就……废话，你老爹要是给你找一媳妇儿，口口声声的青疏兰芝多言，青疏兰芝多言，你不得烦死啊？哎，算你聪明啊！拿着，赏你的。哎，这物件我是真喜欢，不过不行，这不是寇女妇送您的吗？送我的就是我的，多什么嘴啊？哎，属下还真要多一句嘴，有屁快放！我觉得呀，将军你啊就是欠揍。嘿，哎，将军，我这是放屁啊，不许动手。您不觉得吗？这寇女妇对你好声好气的，您就是不理她，那个女人又打你又骂你的，你还偏偏忘不了她了。说句良心话，今儿这物件要是那个女人送给你的，你舍得就这么撇给我吗？肯定不会啊。就是。不过你小子说的还有那么点狗屁道理。哎，当然了。也不知道那个姑娘现在在哪儿呢？到底有没有被别人欺负？啊，不对，是到底有没有欺负别人？哀家看在师傅的面子上，才给你留了体面，只是让你回去休养，没有下明旨赶你出宫。哼，你倒好，在外面说着哀家大哥的不是，现在还理直气壮地求哀家让你回宫。
你好大的脸面啊！臣女不敢。哀家看你倒是敢得很。你先起来吧。你倒是说说看，哀家凭什么要答应你的要求？臣女想回宫，正是遵从太后您先前的旨意，洗心革面，好好学习，早点变成像姑姑一样的淑女。可是您看哈，我姑姑现在病了，我又想学东西，还有什么地方比内学堂更好的呢？所以，我才大胆求您让我回去的。你的意思是，这次你不想做女妇，想做学生？臣女自知才疏学浅，哪还有脸面敢滥竽充数啊？是吗？哀家怎么觉得你是另有所图呢？最近一段日子，哀家一直让人在监察你的行动。自师父生病以来，你只有3日在家读书，其余的时间不是在闲逛，就是在舞刀弄枪。昨儿有2个女学生去看过你，今天你就一心向学了，你觉得哀家会信吗？臣女没有闲逛，臣女只是哀家设立了内学堂，为的是让那些贵女们明敏事理，精习妇德。那个地方不是你这种在草原长大的女孩子该来的，所以你还是出宫去吧。太后，您这样不公平！我爹要不是为了大汉镇守西域，我能在草原上长大吗？您这是过河拆桥！放肆！竟敢在太后面前无礼！来人，快把他带下去！喂，我讲的都是实话。太后娘娘您变了，姑姑夸你以前最懂得兼听则明了，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嘛。你那个内学堂教出来的女学生都什么人啊？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，还什么才女妇德，还不把他的嘴堵上！喂，退下！喂，你给哀家再说一次。说就说，内学堂那些女学生只有甲班能见人，乙班那些熊孩子是怎么胡闹瞎折腾的，我就不信您不知道。您不过是为了表面上的光鲜，闷声发大财罢了，其实私底下根本就不为那些姑娘着想。先不说乙班那帮人根本就不怎么好好学，就拿您跟寇女妇引以为傲的甲班来说吧，《诗经》《毛诗》是读得多，可对于他们长见识又有什么帮助呢？还不是五谷不分，四体不勤啊！我就不相信他们其中有一个人能画得出黄河的走向，能懂得养蚕之医，能明白朝廷为什么要征讨流寇，这些大事儿都不懂，就算学了一肚子女德，还不是头发长见识短啊！你说了这么一大堆，不过是在为自己开脱罢了。你一个中庸都背不熟的人，哼，凭什么质疑哀家内学堂办得不好啊？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。那臣女的姑姑还是您师傅呢，您能怪罪过他没有教过您骑马射箭吗？我虽然读书不多，可我的见识和书里一样多。我从草原一路走到洛阳，至少也有5000里吧，怎么也抵得上5000本书吧。大学、中庸，我现在是不太熟，可《山海经》《淮南子》，我能倒背如流，熟着呢。您行吗？你的意思，倒是哀家错怪你了。太后娘娘，是我错了，我这天生嗓门大，说话直，您别往心里去啊。其实您是我姑姑的徒弟，还算我半个师姐呢。师姐师妹之间说话随便一点也是可以的哈。你说的也是，我们也算是有同门之谊了。不过公归公，私归私。班叔，你想要再回内学堂任教，也不是不可以。不过哀家要你在3个月之内，给哀家一个清清静静、四体皆勤、五谷全分的内学堂，你行吗？公主，你快看，这小白兔真可爱。把它拿上来，反正那个睁眼下也看不到。好。孟武伯问孝。是啊，好软。子曰：“父
父母为其疾之忧。刘烨，你来解释一下这句话的意思。不知道。姚女妇，你怎么那么烦人呀？你明知道我不喜欢听这些东西，还老烦我。你出言无状。那又怎么了？再说了，现在替你撑腰的班叔已经不在了，而且我也知道你把霍将军打倒是怎么回事。你要是觉得我不服管教，有本事就来教训我呀！好大的口气呀！师傅，阿叔，对不起，我又回来了。阿玲，那戏班子里的奸角出场，是不是都这么像啊？太后恩准我回内学堂，她还说了，你们谁要是不服管教，就让我直接拿出当师傅的款儿，狠狠地教训他。我这手啊，可是养了很久了。哟，小兔子，哎呦，是学生啊，就应该乖乖地听师傅的话；是兔子呢，就应该快乐地在草地上跑。你说对不对啊？对。请说。喂，这才乖。什么？太后娘娘叫你进宫当助教？对啊，我今天气得懵了，跑到太后娘娘面前说了一通胡话，原以为把她得罪狠了，没想到她后来一下子想开了，居然让我回来了。只不过她说我现在学问不够好，不能再当女傅，只能先做你的助教，帮你管管乙班的风气，顺便呢再给学生上一点开阔视野的课程，像《山海经》一类的就成了。那也行啊，咱这里进宫就是为了找书。女傅也好，助教也好，只是个头衔而已嘛。对啊，这一回啊，我要好好琢磨琢磨，看看怎么样才能帮你把乙班彻底换个样子，不丢你的脸才行。是不丢班家的脸才对。好好好，不丢班家的脸。魏姐夫，你老的训导我都记着呢。你老是来除草的吧？快，请便啊！还有啊，今天可不是我主动要跑到你眼前来的，是你自个儿跑到内学堂来的。师姐，咱们走。魏师兄，其实阿叔他人挺好的，他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花浇水。哎呀，谁说的？我只是手痒，快走吧。阿轩，我来看你了。你这个义表妹虽然平时疯疯癫癫的，但为人还算聪明仗义。由她来继承你义母的衣钵，你应该可以放心了。师姐小心，来。姑娘，刚刚太后说要把她弄回来的时候，你怎么也不反对一下？有用吗？太后娘娘心中已经有了主意，至于征求我意见什么的，只不过是走个形式而已。太后娘娘让她掌管乙班的风气，就让她管好了。这种得罪人的事儿，我不会做，也不想做。也对。反正他天生就是个惹事精，只有把他放在内学堂，他才有不断出错的机会。我就不相信他曹大姑的面子还能一直管用。还是我家姑娘想的长远，难怪刚刚就那么几句话，太后就和颜悦色的赏了那么多东西下来。那是替邓芝补偿我而已，难道我又真的缺那些衣服首饰吗？姑娘别难过了。喝杯蜜水。都怪那个班叔，如果不是他今天在偷听的话，姑娘也不会当着那么多人一时失态。说来说去，就怪他。要正风气，怎么做才管用呢？难道把他们全绑起来，打
打一顿，再给个下马威。哎呀，不行，别说太后了，就是师姐也不答应。要不就犯了错误不给饭吃。姑娘，吃点宵夜吧。哦，哎，佩环，咱们班府没有女主人，我爹在的时候，他一个大男人是怎么管家的？管家？奴婢好像听老爷跟少爷说过，说什么管家呢，就跟管兵不同，固然得赏罚分明，但是也不能罚得太狠了。如果罚得太狠的话，下人就会怕主子，就不会真心护着主子了。总之，一定要用好一个赏字。对，就是这么说的。哦，得用好一个赏字。之前呢，我的态度是有点不太好，关于这一点啊，太后娘娘已经批评过我了。大家放心好了，从今往后，我会对你们像秋风一样和煦，像夏雨一样温柔。姐，好像说错了吧？秋风是刺骨，夏雨是狂暴吧？闭嘴！古人说得好，没有规矩，它不成方圆。既然太后娘娘要我来整治本班的风纪，我思前想后呢，制定了那么一点点规矩，不多，也就22条，希望大家可以遵守。第1条，上课必须要准时，不能迟到或者早退。如果要请假的话，必须要通过我或者姚女妇。第2条，上课不许随便喧哗，更不能在课堂上玩跟上课无关的东西。第3条，女妇提问的时候要回答，必须先举手，像这样，喂。好了，这22条规矩呢，我回头会贴在墙上，大家一定要记在心里。22条规矩比刘女妇之前定的9条规矩还要多啊。那女妇，如果有人违反了这些规矩的话，你要怎么惩罚他呀？她现在是助教，已经不是女妇了。说得对，不过你们还是可以叫我师傅的。放心好了，就算你们错了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我也不会轻易罚你们的。因为从今天开始，我要把你们分为4个小组，每一排一组，大家互相监督。从今天开始呢，每一个小组可以得到50只彩鹤。其中如果哪个组的人犯了错误，我们就可以从他那儿拿走1只。如果你们认真听讲，回答对了姚女妇的问题，也可以得到奖励。这样呢，到了月末我们会数一数，哪个组的3位姑娘得了优胜，就可以得到京城最有名的无忌一口酥1盒，也可以有资格戴红色的发带。如果有的组连续3个月都蝉联了冠军，姚女妇还会亲自写信给你们的长辈，甚至上书太后娘娘去表扬你们。各位觉得怎么样啊？那1口酥才50文一个，谁稀罕呢？可是那是无忌的1口酥呢，不是轻易能买到的。我父亲平时都不让我随便吃呢。好了，大家安静一下。现在呢，你们可以给自己的小组起一个好听的名字，写下来交给我。每个组呢，我们还要推选出1位组长。大家快点开始吧。最先上来的那个组呢，我会额外奖励他1只彩鹤的。哎，快来，快过来！哎呀，咱们组叫青鸟怎么样？难听死了，要叫就叫青凤。还有，都不要跟我抢，我当组长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写呀！师傅，我们写来的，我们写下来才算。2桃杀3士，牛！哪里，这叫做正向激励。你们几个在做什么？寇女妇，奴婢没有在偷懒，只是很好奇，他们乙班已经很久没有这样读过书了。谁能解释一下这句话的意思呢？大家都很踊跃嘛。我知道。寇女妇好，
班女副啊，不，班助教，你也好。那天的事都怪我，我不应该那么口快。那天的事我都已经忘了，倒是今天，班助教大显神威，让乙班的气象焕然一新，真是让本座佩服之至。哪里，这些都是雕虫小技。你也知道是雕虫小技呀？啊，本座奉劝班助教一句，有时间搞那些彩鹤呀、糕饼啊，不如多读些书，省得下一次又七月流火起来。这个嘛，就不劳寇女妇担心了。我之所以这么做呢，也是奉了太后娘娘的旨意。谁让这内学堂在某人的执掌下变得这么乌烟瘴气啊？哎，我也是迫不得已啊。你，哦，我又说错话了。你没有，只不过本座还想提醒你一句，刚才见我忘了行礼。哦，你我以前都是女妇，自然平礼相待，但是现在嘛，给寇女妇请安，请起。好个巧言令色的女人，班叔，我看你要得意到几时？我好心跟你道歉，你倒挤兑我，真以为我会上当啊？以前跟嬷嬷练礼仪的时候，每天都对着桌子、椅子、凳子磕几十个响头。